那傍晚哦6:43哦，台湾的台南新营，你看有这么冷哦，13度。今天早上说最低温6度嘞，这里标示的是7度哦，明天增加1度哦，8度。啊，今天礼拜六，你看最低温，昨天看到的是6度呢，今天看到了怎么是7度啊？还会变哦。明天增温了，才增加1度而已。增温，你看白天高温也增温了。周末你看天气最低温那么低，个位数的，明天最低温还是个位数的。大年春节期间呢，这么